这个了，哦，要开很久。你看，按一下看看会不会比较快？不会，按很多下了也不会。刚刚操作过了40秒左右还没有出来，好像42秒的时候按下去，要把它关掉，后来又跑出来了。然后显示说要比较好的哈，要付费呢，要升级要付费，还没有升级付费呢，用没多久就关掉了呢，不能顺利的操作使用呢。你看这么久了，按那么多次了都不会进去了。